出来吗？什么字？正着看还看不出所以然，那么倒着看，不。好不容易看出端倪，十几分钟作品成型后才能发现，刘云成的竹编编字不按照书写笔顺，有自创的逻辑。这个竹编到哪里去？编到哪边去？我是编到哪边去？不是顺序编的。想办法把国字拆解，用细细的竹篾编出来。80多岁的老人家笑称自己重新认识很多字，无师自通的竹编字是退休后生活中找的新乐趣。玩具一样，一直玩，这样玩起来的，不是讲一直做起来的。你把它当玩具在玩哦。哎呀，过程好似游戏，不少人想学习，而看似简单的编字，第一课就吓跑学生。这个竹子要怎么样来嘞？自己弄啊。哦，老高了，我弄不出来，弄不出来就不能做了。这个需要扎扎实实下苦功，自己劈竹做竹篾，是从小帮忙家里，技术慢慢累积，也才有着满屋子高挂墙上的作品。百家姓、福禄寿喜，还有做给自己的100年纪念，慢工细活的手作无价。小小的叫飞夹的啦，送本意来的，叫飞夹的，小小的。老师说送给我亚松母、海参，所以你的作品都是只送不卖。我全部用送某卖的。常常也会碰上难题，要送给小学校庆的礼物，国和元这2个字，为了撇捺的笔画，编字得花上3天，他也想办法克服，希望带给大家祝福的心意。80岁老人家还一直研究竹编编字，创新的能量其实比很多年轻人都要强。亚松母、海参，亚松母、海参。